干嘛拿包挡着脸啊？没事。别走，把包拿了。不要，顾西城，你给我让开！哼，来，给。你，李逵，张飞，蜡笔小新。贺锦熙，你是猴子派来的逗逼吗？顾西城，我不就是换了个造型吗？好笑吗？不好笑。你能不能严肃点？能。没关系。没见识。是。贺大侠教训的是。喂，等一下，你说是你啊？你好久没跟我联系了。苏小姐，南宫琉璃现在已经不怎么出现在公司了。不过我听说总裁夫人应该会出现在我们公司20周年的年庆上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我当然有兴趣了，你帮我继续打听。好，那我会继续帮你观察的。拜拜。南宫小姐，你好好看看，这里面都是贺锦熙和苏妍希姐妹俩的资料。你还别说，她们姐妹俩长得真是一模一样，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。贺锦熙父母离婚之后，贺锦熙跟着他父亲，苏妍希跟着他母亲。姐妹俩的感情不太好，平时很少见面。前几年，他母亲出了车祸，成了植物人，一直是苏妍希在照顾。我的人查到。贺锦熙在家医院做整容的时候，因为药物过敏，导致了皮肤溃烂。后来这家医院还对他进行了赔偿。随后我的人还查到他的出行记录。顾西城结婚的当天，贺锦熙根本就不在本市。公司要举办20周年年庆，顾总可能会带夫人一起参加。我去跟那边的记者们打个招呼，免得他们说什么不该说的。顾总会带顾夫人一起去？那天除了报社，电视台会不会也去？当然了，神龙集团的一举一动，媒体都会非常关注的。这样的话，只要我能揭穿苏妍希那个骗子，那么顾家就是想掩盖事实，也掩盖不了了。到时候，常总，我虽然在公司待得不久，但是也挺想念同事们的。如果那天我可以去看看大家，那就好了。这事很容易，我来安排。这样，年庆那天我会通知你。谢谢常总。没想到吧？那个顾西城就是个傻子。我今天必须当所有人的面揭穿这个事实。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我要向大家隆重地介绍我的夫人贺锦熙女士。
们俩感情真好，哪像传闻里不和呀？你看他们俩对视那眼神，这要是夫妻不和呀，全世界都没和的了。可不是嘛，现在的报社真是什么都敢说。现在要再说他们感情不和啊，我可不信了。我宣布，神龙集团20周年庆典酒会正式开始。刘丽，你不能再错下去了。我错下去，我就是要做一件正确的事情。我得不到的，贺锦熙那个骗子凭什么得到？可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为什么要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？刘丽，这样，我们一起离开不好吗？我们重新过新的生活不好吗？我是要离开，可在我离开前，必须击穿那个骗子。刘丽，你醒醒好不好？这样，我们现在就离开，我们不管其他人，不再管其他人的事情，好不好？我可以放下我所有的一切，你也可以的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。你别吓唬我！不要，你醒醒！不要！我求求你醒醒！不要！我什么都听你的！不要！我没起脚！你醒醒！你醒醒啊！不要！小新，去那边看看吧。哎，西城，不要！你醒醒啊！不要！我求求你了，你醒醒！南宫，怎么回事？啊，南宫，出什么事了？受撞了，傅博雅，西城，快叫救护车！情况呢有些特殊，一呢，现场没有目击证人；二，监控还没有调出来。如果再有什么特殊情况，我跟你联系，好吧？好，那麻烦你了。没事，这我们应该的。没事吧？来，披上。放心吧，我已经安排公司的长治程序处理了。有什么消息，他会告诉我的。别担心了，走吧。小姐，能请你喝个酒吗？这就是男人，只要长得漂亮，就没有不动心的男人。凭我现在这张脸，再加上我的手段，傅西城，你还跑得掉吗？苏妍希，我的好妹妹，连我都认不出来。贺锦熙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这不刚回来就来见你吗？那妈妈呢？妈妈在哪儿？她治好了没有？妈妈不就那样吗？治也治不好，死也死不掉。你不用操心了，我都安排好了。你的意思是说妈妈还没有治好？那你把她安顿在哪儿了？我要现在就去看她。别一口一个妈妈的，我也刚回来啊，你怎么不关心一下我？我当然要关心妈妈了。当
当初就是因为你告诉我可以把妈妈治好，我才答应你把她带走的，不然我不会替你嫁进顾家的。你现在这个脸变成这样，我们还怎么身份互换啊？你该不会让我跟顾家人说我要去整容吧？苏妍希，不要那么着急，我没有这么说过呀。我现在要名正言顺的用我现在这张脸夺回顾西城。那你要怎么做？当然需要你配合我。我们当时明明已经说好了，只要你回来，我们的互换就结束了。你现在这样怎么回顾家，跟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告诉我，妈妈在哪儿？怎么会没有关系呢？如果你不帮我，你就见不到妈妈。贺锦熙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现在妈妈的病没治好不说，你还不让我见她妈妈，拿妈妈威胁我，你有没有良心？我怎么没有良心了？我刚才说的已经很清楚了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就让你见妈妈。说吧，你要让我怎么做？你一定要这么做吗？只要顾西城喜欢上我，你就可以功成身退了。你的任务就是尽量给我们制造机会，怎么样？是不是特别简单？你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愿意，还是说你已经喜欢上顾西城了？怎么可能？那最好。你别忘了，顾西城他是我的男人，你只是我的替身。好了，那就这么决定吧，回去准备准备。哟，怎么是你呀？我看奶奶在工作，怕您口渴，给您倒杯茶。有事啊？嗯，我是有点事想跟奶奶商量商量。啊，坐吧。好。什么事儿啊？是这样的，奶奶，我有一位表姐，之前一直在国外读书，现在已经毕业了呢，准备回来找工作，暂时还没找到地方住，所以我想，能不能让她来家里和我住一段时间啊？你表姐？如果您要是觉得不方便，就算了，没关系的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既然是你的亲戚，那也是我们顾家的亲戚啊。反正家里啊地方大，房子也多，你让她过来住吧。您同意啦？同意了呀。你表姐什么时候来啊？就这2天的机票吧。那好，我让露露啊把房间打扫一下。哼，你那么好，你的表姐啊也一定会不错的。谢谢奶奶。表妹，好久不见，我好想你啊！锦溪，乖乖听话，不然就见不到妈了。奶奶，这位就是我表姐苏妍希。哦，表姐，这位就是这一定是顾奶奶吧？哎，对对对，顾奶奶，我在国外的杂志上经常看到你的报道，说你是一位特别优雅、高贵、有能力的女强人。哎呦，奶奶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我的偶像，我今天见到自己的偶像了，我好高兴啊！哎呦，谢谢谢谢。我听锦溪说，你刚从国外回来，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住处，那就住在我们家吧。等你什么时候找到工作了，再搬出去。那谢谢奶奶。奶奶这段时间可能要麻烦你们了。哎呦，谈不上麻烦。哦，这一定是妹夫吧？你好，我是苏妍希，以后多多关照。你好，都是一家人，不用客气。老方啊，把苏小姐的行李啊搬到她房间里去，顺便啊给她送些茶点去。是。来，表妹，你看你可不可以把我的房间和你的房间挨得近一点，这样方便我们聊天啊？你放心吧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。你今天才下飞机，先好好休息吧。哦，那奶奶，我们先上去休息了。哎，去吧去吧。妹夫，一会儿见。走吧。
少夫人、苏小姐，我先下去了，有事请吩咐。谢谢方叔，方叔你忙。好。顾家果然是大户人家，连客房做的这么精致，不知道主人房是什么样子。哎，对了，表妹，你怎么都没谢谢我呢？要不是我，你怎么能住上这样的房子？要不是我，你怎么能过上这么有钱人的生活呀？我并没有觉得这种生活有多么的好，我也没兴趣。你现在已经住进顾家了，可以把妈妈还给我了吧？苏妍希，你不要在我面前口是心非了。只要你离开顾西城，你就获得自由了，你就可以离开顾家。那你总能让我先见见妈妈吧？我都说了很多遍了，妈妈没事儿，你放心。哎，对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都在外面逛逛，少在家里待着，你懂的。那我先出去了，你休息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您还有什么事儿啊？把我的包还给我。慢走不送了。苏小姐可是锦溪的表姐，你对人家一定要客气一点啊！奶奶您放心吧，看在锦溪的面子上，我也会对她客气点的。嗯，我听锦溪说，她表姐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，也不知道学的是什么专业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你看看，咱们是不是帮帮她呀？在公司里面，给她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。奶奶，要是她有能力的话，我相信她在哪儿都能找到工作。要是她没有能力，咱们公司也不是养闲人的地方，还是再看看吧。嗯，你说的也有道理，那就先看看再说吧。嗯。顾家呀，顾家，我贺锦溪终于回来了。下一个目标就是你顾西城了。哎，别提了，家里来了个女人，所以我不想待在家里。女人？对啊，锦溪的表姐刚从国外回来。纳尼？哎，顾少，长得好看吗？身材 O 不 OK 啊？长得挺漂亮的，不过我顾西城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，那又怎样 ？So what？ 哟，那你要是不感兴趣，我感兴趣啊。不好吧？小嫂子的表姐那就是大姨子，跟外边那些花花草草是不一样。大姨子呀，大姨子是不能碰，碰不好会出大姨妈的。好了，不说大姨妈了，今天咱们好好玩。干！陆小姐，哎，对了，露露，你看见我表妹了吗？没看见少夫人啊。那少爷回来了吗？少爷也没有回来。我知道了，你忙吧。哎。苏妍希，你问一下顾西城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输了，3比1了。呸！你好，金靖。你好了，下来。你好了。
点灰姑娘啊？回家了。这么早走，回去造人啊？你们玩啊！哎，真走了！喂，真走了！没劲！我们家顾少怎么变成顾家好男人了呢？来，过去。小嫂子挺牛掰呀，居然连顾少爷都管得住。怎么能让顾西城讨厌我呢？他对我那么好，我真的不忍心让他失望难过。可是，我要不按照贺锦熙说的做，就再也看不见妈妈了。我好想妈妈呀！贺锦熙现在应该已经成功了吧？这么早回来？嗯？来吧，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。西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怎么在我房间啊？哦，我房间的水龙头坏了，我打电话给我表妹，是我表妹让我来的。干什么呀？苏妍希，你放手！滚出去！你简直是个疯子！滚！顾西城，顾西城，你个王八蛋！你怎么不去死？你敢这样对我？怎么办？看来我已经打草惊蛇了，我得想想其他办法。啊，对了，表妹，你不是喜欢看歌剧吗？我今天买了图兰朵的票，我们一起去啊。好啊，妹夫，我一共买了3张，你也一起去吧。不去了，我没兴趣，你们去吧。没兴趣啊？我排了好长时间的队才买到票，不去太可惜了。西城，不如一起去吧。那个，你还没有陪我去看过歌剧呢。去吧去吧，你们年轻人啊，就应该多出去走走，别老是待在家里。看场歌剧多好啊！
一起去吧。你看，表姐来了我们家这么多天，我还没陪她出去过呢，对不对？她今天这么热情的邀请我们，给个面子好不好？求求你了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不是说要看歌剧吗？赶紧换衣服。你们在门口等我，我去停车。一会儿他来了，你就跟他说你不舒服，要先回去休息。不等进去之后再说吗？再这说的话，他会怀疑的吧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从头到尾我都没有准备你的票，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知道了。走吧。西城，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太舒服，你跟表姐先去看吧，我先回家休息。不舒服啊？我带你去医院，走。不用不用，可能就是累着了吧，没什么大事儿。你看表姐好不容易买到的票，不看太可惜了。你们两个去看吧，我先回家休息就好了，我在家等你。那怎么能行呢？不舒服就得去医院，不能硬撑。走。哎，妹夫，你看我们来都来了，而且马上就开始了，如果不去太可惜了。如果表姐喜欢看，那你就自己去看吧。我带她去医院，走。我没那么严重。不是说顾西城是个花花公子吗？怎么这么难搞？这样下去可不行。以他对苏元熙的重视程度来看，光靠我勾引是不行的。我得让苏元熙在他面前破坏自己的形象，让他讨厌苏元熙，这样他才能看到我的好。他趁锦溪不在，跑到我房间去洗澡，还想勾引我。Oh my god！ 要不是看在锦溪的面子上，我早把他赶走了。我的天哪，太劲爆了！那么一个大美女在你面前，你竟然坐怀不乱，佩服佩服！你见过呀？没有，没见过。你说她是美女，我顾西城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？那又能怎样？我现在巴不得她早点搬走。苏元熙，我一个人对付顾西城不行，你得帮我。我不是一直都在帮你吗？你在顾家人面前表现得太好了，他们根本看不见我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要破坏自己的形象，让他们都讨厌你。那我破坏自己的形象，不是也在破坏你的形象吗？哼，你还知道你在冒充我？那我让你干什么，你就要干什么呀？我看你是不想见你妈妈。露露，少夫人，你是怎么做事的？少夫人，你这是在拖地还是在画画啊？能不能做好？能做就做，不能做就走。少夫人，我又没有做错什么，你为什么这么说我？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做错了？要不要把少夫人的位置让给你，你来支持我做事儿？少夫人，
你这么说话，太欺负人了。觉得自己受委屈了是不是？不满意？赶快找老夫人告状去吧，我才不怕。贺锦熙，奶奶，你要注意自己的形象。是露露她不会做事情，我教育她几句啊。露露再不对，你也不能有这种态度跟她说话呀。你身为顾家的少夫人，露露做错了，那不是还有方叔呢吗？你看看你刚才的样子，跟那些市井里的泼妇，你有什么区别呀？奶奶，你别生气，你表妹小不懂事儿，下次不会这样了。啊，我听说附近开了一家首饰店，东西特别好。奶奶，你陪我去挑挑呗。是吗？行啊，那我陪你过去看看。那好，走吧。别嫌弃我这个老太太，目光若无就行。露露，刚才这事儿，来，坐下吃饭。哦，奶奶，您吃三明治啊？锦溪，你今天怎么没给大家做五谷养生粥啊？想吃粥自己做去，干嘛使唤我呀？我想做就做，不想做就不做。没人惹到你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啊，是不是没睡好啊？我睡得可好了，就是看不惯你这副大少爷的嘴脸。我是你老婆，没说我当兼职佣人吧？贺锦溪，怎么回事？好好说话。凭什么你想吃我就得给你做呀？别说我今天不做了，从今天以后我全都不做了。行，不做就不做，也没人逼着你做。你怎么说话了？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？谁无理取闹了？你把我当佣人用，我还不能生气了是不是？够了！因为我昨天批评了你，你对我不满了是吧？哪能啊！是顾家的老夫人，您说什么都对。你还顶嘴？奶奶，您别生气，是我说话有问题，惹到他了，跟您没关系。来，吃饭吃饭啊！顾西城，别给我在这装好人啊！是我的错就是我的错。奶奶，奶奶对不起。贺锦溪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想吵架是不是？我吃饱了。奶奶，锦溪她年纪小不懂事儿，你千万别生气，我代她向你道歉。有你什么事儿啊？看样子他们小夫妻俩是吵架了，没事儿，过会儿我去劝劝就好了。唉，你们年轻人的事啊，我是管不了了。奶奶，哎，奶奶啊，这是我亲自做的一些小点心，哦，你尝一尝，给我提点意见呗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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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尝尝苏小姐的手艺。嗯，哎呀，怎么样？嗯，真好吃，比外面卖的味道都好吃。谢谢奶奶夸奖。对了，奶奶，我一直住到现在都没有正式向您道谢呢。嗨呀，你是锦溪的表姐，那谢什么呀？那我这么大一个人在这儿住了这么久，那肯定是麻烦到你们了。不麻烦，不麻烦。奶奶，我那天逛街，亲自给您挑了一份小礼物，希望你能收下。那怎么行啊？我这做长辈的哪能收你的东西啊？奶奶，我知道你们什么都不缺，但这是做晚辈的一点小心意，你要不收下，我会难过的。好，好，好，那就谢谢你了。老夫人，少夫人出去了。出去了？他怎么也不打个招呼？算了吧。哎，奶奶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可以帮忙的。嗨，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
我一个老姐妹啊约我去喝下午茶，本来想让景熙呢跟我一块儿去的。哎，苏小姐啊，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？那我确实是大节人一个，但是奶奶，我要去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不就喝个下午茶吗？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，陪我一块儿去吧。那好啊，奶奶，你就带我出去长长见识吧。好。怎么能让顾其成讨厌我呢？他那么好，我真的不忍心让他失望难过。可是我要是不按照贺锦熙说的做，就再也看不见妈妈了。顾老太太来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来，我来迟了。来，坐。哎呀，顾老夫人，你可没来迟。今天呢，是我们提前来了。你要来，这不，你看看，我们都提前来报道了。奶奶，您喝茶。哎，好。哟，这小姑娘长得这么漂亮啊！老夫人，一定是您的孙媳妇儿吧？啊！哎呀，早就听说我们的顾老夫人找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儿媳妇儿，一直没见过面。今天这一见面，真的是漂亮又大方呀，是吧？有福气呀！哎呀，你们都误会了，她不是我的孙媳妇儿，她是我孙媳妇儿的表姐，刚从国外回来的。我的孙媳妇儿呢，今天出去有事儿了。我呢，怕把她一个扔在屋里无聊，我就把她给带出来了。是，你们不见怪吧？这是哪儿话呀？表小姐长得这么漂亮，老夫人啊，那您的孙媳妇儿啊，一定差不到哪里去。哎，等您孙媳妇儿有空啊，带回来给我们看看啊，我们大家可都准备见面礼了呢。哎呀，见面礼就不用了，等有机会啊，我把她带过来给你们看看啊。一定的啊！来，喝水。喜欢吗？天哪！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.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.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. I got facts over tracks. This and that, spitting slow, spitting fast. Like a roast, I can gas. Think I'm okay at last, but I don'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.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, hilarious. You think you're worth my time, you're delirious. Mysterious,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. Inferior, you know I'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. Get off of me, this. 回来啦？怎么样？现在干净了没有啊？这还差不多。哎呀，什么味道？好臭啊！哪有味道？啊？停！不要再往前走了，就是你身上的味道。我？没错。没有味道？怎么可能呢？这个味道就是从你身上来的，臭死了，一身都是汗味儿。你赶快洗澡，快点！贺锦熙，你别太过分。多洗几遍，听见没有？贺锦熙，该睡觉了。好的，我再玩一会儿就睡了啊。你先睡。
怎么回事？贺锦熙啊！别吵！贺锦熙！哎，你干嘛？你别太过分。顾西城，就你喊的，我游戏都已经死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你太过分了吧！玩个游戏你至于这么凶吗？你干什么呀？睡觉。你过分，玩个游戏都不愿意。吃薯片喽！贺锦熙，贺锦熙，贺锦熙，自己睡吧。露露，我也只是提醒一下啊，没事的。那不早了，我先去休息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少夫人她要扣我们的薪水，不行，我得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人。昨天晚上贺锦熙真的把西城给赶出去了？是，露露看见的，说少爷很生气，昨天睡在客房了。这个贺锦熙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你把他叫过来，我要问问他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啊，是，老夫人，还有一件事儿，也是露露说的，说是少夫人怪他们几个下人卫生没搞干净，好像要扣他们的薪水。我还没死呢，这个家还轮不到他来做主。是。妍希，你最近表现真的很好，你要加油哦。这样下去，用不了多久，我的愿望就会实现。怎么了？你不愿意离开顾家，巴不得你今天放我走。那最好，只有顾家人讨厌你，我才能顺顺利利回到顾家。这个贺锦熙的变化，就是从他表姐来了之后，会不会跟他表姐有关系？对呀，他那表姐不是对你动过真心思吗？说不定这个事情就跟这件事有关。这个是还不错吧，有点小，有没有比它再大点的？有的，您稍等。等一下看看。这个我喜欢，就它了。你把这个还有这个都给我包起来，你去买单。这边请。你怎么又买了这么多东西？你已经买了这么多了，还要买？我用的是你的钱吗？你可别忘了，顾西辰的钱是给贺锦熙的。别在这站着了，赶紧去买单。这个贺锦熙太不像话了，平时不见得花钱，一下子就刷了上百万。老方，他都买了什么了？啊，听银行张经理说，少夫人应该是买了一些奢侈品，所以刷了这么多钱。他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少夫人，怎么了，露露？少夫人，我有事情要请教你。有什么事说吧。你说我们平时伺候好好的，你为什么要扣我们工资啊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扣你们工资啊？哎，不是那天你亲口对我说的吗？我还劝你不要这么做，你就是不愿意。对，
是我说的。你们工作做得不好，当然要扣工资了。我们哪里工作做得不好？如果说你硬是要无缘无故扣我们的工资的话，那我们集体就罢工，就是啊，对不对？不干了。能干就干，如果觉得不服的话，全给我收拾包袱走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哎，露露，哎，你们先过来，听我把话说完好吗？这件事情是我表妹做的不对，我代她向你们道歉。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她扣你们工资的。苏小姐，你说话算不算数啊？你们放心，如果她一定要扣你们工资，那这个钱我自己补上。是，真的？这啊，还有，我给大家买了一些小礼物，人人有份，一会儿到我房间拿，好不好？谢谢苏小姐。谢谢苏小姐。哎，苏小姐。对，这样就好，还是苏小姐人比较好，还是苏小姐人好。嗯，你看看吧，越来越过分，不但克扣人家的工资，还乱花钱，买了那么多的东西。我们顾家不差这点钱，可你也不能这么乱花呀。我好心送你礼物，你不要还给我甩脸色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在用钱砸，你知道吗？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以前所有的女人都让我给她们买包买礼物，你们女人不就这点爱好吗？那是他们，不是我。奶奶，您别生气，这件事儿先这么算了，您也别找锦溪，我会找她聊聊的。